2025年咧，神俾我有兩個喺侍奉上嘅突破。呢兩個突破咧，都要追溯到38年前。嗰時咧係我喺即係39年前咧，就1986年就喺美國攞咗個 PhD 翻嚟香港。當時咧係喺呢一個城市理工任教。第二年即係我去城市理工第二年嘅時候咧，就有一次去到大東山嘅山頂。有冇邊個去過大東山咧？有幾個嘅。喺個山頂咧，就去同一個係美南浸信會嘅係牧師咧，就上去係去 fix 一個嗰個stone cabin 嘅即係好似你見到個 stone cabin 咧，嗰度一副鋁窗。咁喺早上我喺靈修嘅時候，喺出邊坐喺大石上。嗰時係朝早5點鐘。喺靈修嘅時候咧。中間我聽見有個聲音同我講，係直接喺我心裏邊係清楚嘅。呢個聲音就話 I will confer on you a new PhD. Preach the gospel, heal the sick, and deliver the demonized. 因為我當時係喺美國攞咗個 PhD in economics 翻嚟，咁佢今早咧咁同我講喎，我話：哎呀，我好驚訝，因為我係即係浸信會出身嘅，咁對呢啲咁嘅聖靈嘅聲音咧真係好陌生。我就話：主啊，你可唔可以再講咧？但係只係有風聲，就冇佢嘅聲音。一個禮拜之後，呢個即係個翻譯咧，就係話我要頒給你一個新嘅 PhD。P 咧就係去傳福音 ，H 咧就係醫治病人。呢個 deliver 同埋drive out demons 咧就係叫做趕鬼。喺一個禮拜之後，我喺靈修自己靈修嘅時候。馬太福音第10章第7、第8節就真係喺聖經裏邊跳出嚟。我係睇真係直接就係即係神俾我嗰個 PhD， 而且加上細節。我唔想即係讀啦就係你第一睇一睇有機會。咁係當時咧我喺呢個城市理工2年之後，中文大學就邀請我過去商學院嗰度去做教經濟同埋呢個統計。咁喺89年嘅時候，即係入咗中大第2年咧，主又有吩咐，佢話咧要去內地黃河以南嘅地方去做2件事。第一個咧就係去短宣。我所叫嘅福音 PhD 就係頭先我所講嘅主嗰幾句説話，去福音 PhD 去宣教。係第2件事咧，就係去喺內地咧建立同埋開拓呢個福音戒毒中心。當時我喺中文大學係任教，直到係我退休係2008年嘅時候退休。咁所以喺公餘同埋喺假期嘅時間咧，我就上內地啦。從嗰年開始，就係前10年咧，就係同家庭教會一齊去合作大會帶培靈會咁樣。我係未讀過神學嘅，但係神俾我即係機會，真係能夠同佢哋去合作。同埋去帶呢個帶培靈會奮興會咁樣我真係感謝主，靠我自己嘅能力我係做唔到嘅。
而且係要去 PhD 喎。即係除咗係福音之外咧，你係去為有病嘅人去祈禱、去趕鬼啊！咁呢一個咧就係我都曾經同主講，我話我 PhD 係 economics 啊，我唔係醫生啊，我點樣去同為人醫病咧嚇？但係佢好清楚同我講，我係要你去奉耶穌嘅名去為人祈禱，去趕鬼。OK， 咁啊呢個以後歷史啦。咁喺嗰年開始咧，同埋喺2000年咧就開始就係喺呢一個內地咧係建立咗有10個福音戒毒中心，係到2001年到2015年咧係前後喺6個省係有10個中心所以咧呢個第一個突破咧就係2005年係9月嘅時候咧，係神容許我咧寫咗一本書。呢本書咧叫做5重醫治福音戒引毒，係天道出版社同我出版嘅。咁呢本書咧真係好感謝神有5位嘅係即係我好尊重嘅牧師咧為我寫書戒，其中有殷兆威牧師，有劉文和牧師，有蕭如法牧師，有彭桂芝牧師同埋朱亮基牧師。呢本書咧係講戒引毒嘅。引毒咧就唔係淨係嘅白粉嗰啲芬太尼有啲唔係淨係呢啲毒品。引毒咧係包括其他酗酒呢個病態賭博同埋呢個病態嘅上網色情同埋巫術同埋呢個被鬼附。咁呢啲我認為咧就係被魔鬼係嚟到去捆綁嘅，即係有呢啲咁嘅引毒嘅時候，呢個好嚴重嘅引毒，就係實際上係被魔鬼係捆綁。引毒咧係對全人咧係造成5重嘅傷害，而耶穌咧係施行5重嘅醫治。咁究竟係點樣嘅5重醫治咧？5重嘅傷害咧，咁要你去睇下嗰本書啦咁但係本書咧集中喺第5重嘅醫治，就係呢一個係耶穌所吩咐我嘅係 deliver the demonized， 即係去趕鬼呢一方面，從引毒嘅惡靈。呢個引毒咧就係嚴重嘅，頭先我講嗰幾種，但係仲有其他好多嘅引毒㗎喎即係呢一個喺呢個Message Bible 咧，即係Eugene Peterson 咧，佢竟然喺佢嗰個即係裏邊講咧，即係有一段嘅經文咧，佢話我哋所有人都有唔同嘅 addictions， 唔同嘅引毒嘅咁呢個咧就係呢個戒引毒咧，唔單止係從頭先我所講嘅嗰啲咁嘅捆綁裏邊得到釋放而係真係要喺被捆綁嘅時候，我哋係呢本書嘅即係重點咧，係點樣將鬼趕出去，同埋裏邊咧有18個呢個釋放醫治嘅見證。咁第二個嘅突破咧，2005年嘅突破咧，就又要追溯到2年前，2023年。當時咧我已經75歲咁就我就同主講，當跑嘅路我都跑完啦，係嘛？我以為即係可以好安心嘅嚟到去見主啦，係咪？佢竟然講咗一句説話，真令我好羞愧。
令我真係要懊悔同埋以後要立志。佢話咧 ，You can do more, bigger and better。即係你可以做得更多、更大、更好。我好羞愧。咁就嗰時候開始，我立志，我話以後嘅日子，我真係希望能夠服侍主咧，係做得更多、更大、更好。喺呢個舊年，即係今年嘅6月、5月開始咧，就係呢個 Go PhD 嘅 Ministry 就喺菲律賓成立咗。咁就喺5月開始咧，我哋就喺菲律賓開始5月、6月，同埋喺沙巴，即係東馬來西亞11月，即係啱啱過去呢個11月就開始呢一個咁嘅服事，就係喺晚上透過呢個報道嘅聚會嘅形式，就公開嘅呼召人嚟到信主，同埋咧係呼召嗰啲有病嘅人可以到前邊嚟得醫治，同埋有心靈壓制嘅人咧可以到前邊台前嚟接受呢個釋放醫治禱告。正如聖經所講，門徒出去到處宣揚福音嘅時候，主就與佢哋同工，用神蹟奇事證實所傳嘅道。主真係好好，佢喺呢幾晚，即係有差唔多10晚嘅嗰啲 crusade， 即係我哋叫做即係咁嘅聚會裏邊咧，帶到好多人，有未信嘅，有信嘅，都嚟到呢個聚會。好多人咧係即係將佢哋嘅生命 rededicate， 即係去將佢生命咧係再次奉獻俾主，同埋咧係神好祝福佢嘅子民。有病嘅得到醫治，有被鬼附嘅係被趕出去。其中有一個雙腿滿布呢一個無名熱辣辣嘅疤痕，即係嗰啲嘅個人咧得到醫治。禱告之後，佢周圍咧去同人哋講拉高佢條褲，即係褲腳兩邊咧，佢係喺禱告之前咧，真係好痛嘅，好熱嘅。但係喺禱告嘅時候，佢感覺到咧，即係聖靈好似一個膏油咁樣淋到佢嘅身上，好似一陣涼風咧，嗰啲痛楚就冇晒啦。咁所以佢周圍去同人哋講，有一個小女孩，佢爸爸帶佢上嚟去祈禱嘅。咁佢爸爸後尾祈禱之後，佢就見證，佢問過佢個女，佢話佢個女咧出生嘅時候已經有嘅呢個哮喘病咧，當晚得到醫治。咁有另外一個教會嘅敬拜隊嘅詩班長咧，即係個敬拜隊嘅組長咧，佢係護士嚟嘅。佢今年20歲。咁佢同佢禱告之後，佢話困擾咗佢7年嘅呢個邪靈咧，從佢身上被趕出去。咁呢個喺當會眾嘅面前都係睇見呢個即係佢嗰個即係經歷嘅。唔係話即係我哋暗地裏邊做，係神係喺會眾嘅面前，呢個惡靈係出咗去，咁佢係得到釋放。咁另外有一個中風嘅退役嘅高級嘅軍官咧，佢係中風不良於行。咁嗰日咧，佢喺座位裏邊咧係起來行走，而且喺見證耶穌嘅大能。感謝主，仲有其他嘅見證，我哋要讚美神。咁你話覺得呢啲咁嘅高 PhD 呢
呢個 PhD 咧係咪淨係俾我嘅咧？我越嚟越覺得唔係俾我嘅，唔係淨係俾我，係俾你嘅。你都可以嘅，因為呢個馬太福音第10章第7到8節咧，唔係淨係俾當時嘅12個門徒，係俾所有耶穌嘅門徒嘅。只要我哋去傳呢個福音，神蹟奇事就會跟住你，見證你所傳嘅福音。我希望咧，真係而家呢個世代，你聽過呢個信息嘅人咧，都能夠去 catch 呢個 vision， 係一齊去嚟到去 PhD。感謝主。